有艺术家伫咧台南展览着手画的街景甲建筑的作品，希望透过作品带大家来欣赏台南这个老城区。 日本时代老戏院所改建的容馆，除了提供美式的休闲空间，嘛有提供展览。艺术家郑开祥以钢笔甲水彩所画家厝甲小姐，拢是在地记录。这些房子会让人家这么喜欢，其实就是因为它上面有所谓堆叠的生活感。那因为那生活感，然后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情感的投射在上面。 现代人生活较无闲，真正有迄个时间慢慢去感受生活。艺术家就透过作品，希望讲民众深入了解台湾，认捌在地城市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